富貴包其實係頸椎俾緊你嘅警號。好多人以為富貴包只係影響你嘅外觀，其實佢係你頸椎提早退化嘅先兆。當你長時間低頭，令到頸椎壓力增加，慢慢就會令到韌帶增生，令到脂肪堆積，慢慢形成呢個富貴包。咁今次同大家分享3個運動，點樣去舒緩你呢一個富貴包啦。第一個運動就係收下巴嘅動作啦，每日大概做20次左右，注意做嘅時候感受到後頸有拉伸嘅感覺就差唔多啦。第二個運動係訓練翻我哋深層嘅頸肌，我哋需要用到一條橡筋帶擺喺我哋嘅後尾枕做一個抗阻運動。做嘅時候盡量保持頸椎喺中線，唔好昂高頭，大概做20下就可以啦。第三個運動係胸椎靠牆伸展，將我哋背脊、頭同埋手90度角貼住埲牆，然之後慢慢向上升，喺頂點之後翻落嚟。呢個運動對於打開胸腔、改善寒背同埋改善頭前傾都好大幫助。如果大家仲想知啲咩，歡迎留言同我講，同埋 follow 我 IG 啦。